嘛，美国嘅司法单位即嘛有一套人面的辨识系统，只要有嫌疑人的画面，就当透过这个系统去比对，安尼真紧就当抓到歹徒。听起来是真利便，不过即嘛人权团体是认为讲，在相片拢无通知当事人中提起，安尼是侵犯隐私的行为。所以包括法国、英国等5个国家，即嘛已经要求袂使搁用这资料。 今次去传回嫌疑人的画面，佮透过人面辨识系统，即卖美国迈阿密警察找到嫌犯速度更加快。 Just very simple facial recognition. We get a picture of anybody, somebody. You know, we run it through the computer, and the computer gives us match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at picture. 这将共款相片来源大部分是为网络，比如面册、IG、零星新闻来的。若相片捌出现伫网络，就可能被找到过见动。设计这套系统是美国公司 Clearview AI， 伊讲是除了中国以外，全球上准确的人面辨识系统。而且主要用途是协助美国执法单位侦查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，未进行非法监控。 Clearview AI 推出了后，引起高度的关注。因表示有全球上大的面部辨识资料库，佮计划收集1100张的相片，方便到用手机就用使用。俄乌战争了后，佮把免费提供给乌克兰军队，用来辨识死者身份，甲掠俄国间谍。看起来真方便，按过人权团体批评，这是强烈侵犯隐私。That database is collected without anybody knowing that their faces are in it, without getting people's consent for sure. 美国目前无法律规范警察使用面部辨识系统的界线，有心人士真可能滥用。再加上 Clearview 最近佮互人查出，互私人企业比如拉斯维加斯教场提起使用，佮加结有疫人事关系密切，种种因素拢互这套系统争议真多。法国监管机构进行裁定，因违反欧盟法规罚款2000万欧元。意大利是列英国了后也对咧开发，澳洲是要求删除资料，不过 Clearview 认为公司不属于欧盟的管，甲即卖有关保护罚款，这场捍卫隐私权之战有关的继续。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。